大家好，我哋係工聯會西貢服務團隊，我係梁子穎立法會議員，我係西貢區議員康仔黃遠康。馬年新春迎佳音，政府日前正式宣布，喺我身後邊將軍澳嘅寶邑路同埋唐俊街之間嘅十字路口，將會正式轉為對角行人過路處。各位將軍澳嘅街坊，以後過馬路都唔使再兜嚟兜去，終於名正言順打斜行，慳時間又方便。呢一個係我哋工聯會西貢團隊喺2024年就開始為大家爭取嘅對角行人過路處啦。我哋工聯會多次向政府反映意見，包括2次約見運輸署同埋路政署嘅同事進行實地視察，亦都係區議會上邊提出動議，更加喺立法會上邊提出書面質詢。經過傳媒嘅廣泛報導同埋廣大市民嘅支持，政府終於喺2月6號正式宣布，喺全港18個區揾到15個嘅十字路口，正式轉為對角行人過路處。而喺我身後邊將軍澳嘅寶邑路同埋唐俊街嘅十字路口，就係其中之一個。未來工聯會西貢服務團隊將會繼續係監察寶邑路同埋唐俊街呢個十字路口嘅改善工程，確保路口設計安全，方便街坊係日常出入。喺呢度恭祝各位街坊新嘅一年路路亨通，出入平安，馬上成功，馬上有福，恭喜恭喜！